今仔开始，民众得当去网络查看，讲6000块现金敢有登记成功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早起嘛专工去客户服务中心来了解哦。院长是表示讲，会拼讲4月初6就互民众领到钱。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，行政院长陈建仁视察普发6000块现金的客服中心。外界上关心的，就是现金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发落来？ 政府与民众沟通的这一个第一线啊，那任何的政策美意的这个落实呢，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管道。那我希望这一个普发6000元这件事情，能够在4月6号就开始发出。2也开放民众上普发6000块的官方网站查询登记结果，若出现登记完成，就代表无问题；若出现失败，就要检查身份证字号，也是口座号码等等。那民众要是有疑问，会当卡1988专线咨询。无法登记的原因，那大概占33%哈。然后带领的方式，然后直接入账的资格、身份认证，还有居留证的问题，还有邮局领现的这些问题，那前5大的问题，大概占我们所有询问的大概就近90%。 目前登记的人数大概在600万人左右。财政部表示，客户专线为3月20上线到达，累积65000多人处咨询。因为这摆普发现金的对象、骗证情纾困贷款等等的对象加真多，针对侪人问的问题，也是诈骗咨询等等，会另外发布身份证说明。记者郭文定台北报道。